大家好，我今日會教你哋點樣用 Canva 嚟幫你哋嘅學生製作一本你哋嘅學生小冊子記錄簿。現在先喺 Canva 開咗 Canva 就可以入到 Canva 嘅 AI 畫面，然後喺 Canva AI 嘅畫面裏面，你要寫返你想點樣幫你嘅學生製作一本小冊子。現在我會教你哋點樣做。我現在呢度有啲提示標語俾咗 Canva AI， 咁就要叫佢幫你 gen 出嚟啦。佢本小冊子已經幫我製咗好，但係有啲位置你係需要更改嘅，因為你教嘅學生可能係私人學生啦，所以我就會多數刪除咗個班別嗰個位置。開始日期嗰度都要刪除咯。佢咁樣就幫我整到好咗好多啦，咁我就覺得可以，但係即係我俾你睇埋裏面嗰啲頁數啦，我覺得都 OK 嘅。咁呢，咁我建議呢度都要刪除一樣嘢，同埋學習目標嗰度都要改咯。我覺得即係睇下視乎你每一個學生想去做到嘅嘢，同埋佢需要即係學習嘅嘢咯，可以咁講。同埋第幾堂嗰度都可以刪除。同埋你可以叫佢幫你加返你想
每堂學習記錄幾多頁咯，咁就佢會幫你新增。我現在做一個示範俾你哋睇啦。